美国总统川普后礼拜要访问中东地区，而且宣布美国呢要把这波斯湾改名做阿拉伯湾。另外，美国的迪士尼初七宣布要伫咧中东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首都阿布达比的阿苏岛打造一个全新的主题乐园度假村，这也是迪士尼伫咧全世界第7个度假园区。 Today, we celebrate another thrilling moment, the creation of a spectacular new Disney theme park resort coming to Abu Dhabi. 迪士尼设备公布财报，同时宣布新主题乐园计划。这主题乐园度假村会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首都阿布达比的亚斯岛。迪士尼甲真高用定正式互动科技阿联企业米拉尔集团共同打造。阿布达比观光部甲米拉尔指出，新乐园会结合互动科技精华，为跨世代呈现放眼未来娱乐形态。 As a place where heritage meets innovation, a place where we preserve our past while designing the future. 人口250万的亚斯岛是阿布达比的观光娱乐园区。目前真侪乐园有欢乐兄弟主题乐园、汉阳世界、法拉第世界等等。2013年，去亚斯岛的人次都有3400万。新主题乐园的开幕时间还未确定，为设计到时间超过要用5到8年的时间。美国用娱乐休闲产业进军阿拉伯世界时阵，在国际外交舞台有新的动作。美国总统川普按算13访问中东，计划宣布正式将波斯湾改名做阿拉伯湾。美联社伫册内引用无出名的官员的话表示，这项消息，初次伫白宫办公室，川普也间接证实这个计划。 Is referring to the Persian Gulf as the Arabian Gulf? Are you going to make that announcement on your trip? They're going to ask me about that when I get there, and I'll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伊朗伫古代波斯帝国的境内，波斯湾的名字为罗马时代就开始用。16世纪，大家拢知影有地理标志的历史意涵。阿拉伯国家长期也想要改变这片海域的地理名字，啊，不过遭到伊朗反对。2012年，伊朗也捌威胁控告谷歌公司，无伫所谓地图标示波斯湾。目前美国版地图伫波斯湾了后标示阿拉伯湾，这改名消息引起伊朗政府反对，是毋是影响美国甲伊朗的核协议谈判进度？爱去观察。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